唔經唔覺，2025年又過完啦。今年大家又嚟咗幾多次福岡呢？嗱，小光今年雖然忙得甩碌，但係只要一有時間啦，我都會繼續捐窿捐罅去試食福岡唔同嘅餐廳嘅。而家畫面見到嘅全部都係我今年親身食過嘅餐廳嚟㗎，有啲就排到癲，有啲低調到經過你都未必會入去。經過1年嘅試食、踩雷、再探訪之後，我精選咗5間今年嚟到最高分嘅餐廳，分享俾大家。冇廣告，冇人情牌，純粹係我自己個人口味推薦嚟嘅啫。如果你即將會嚟福岡，又想揾高質嘅餐廳，呢條片就一定唔好錯過啦！廢話少講，去片。開始之前，如果你仲未 follow 我嘅話，記得訂閱我嘅 channel 同埋撳埋隔離個鈴鈴。最緊要記得食飽飯先好睇今集啊！好，我哋開始啦。第一間要介紹嘅餐廳就係Mitake鐵板燒，嗱，中文又叫三龍嘅。呢間餐廳咧就位於英板站附近嘅，算係偏離市中心少少啦。但係小剛保證，食完之後你絕對覺得值得嚟嘅。入口位置就已經係一條暗暗地嘅斜路，由此可見間餐廳有幾隱蔽啦。外表睇起上嚟有啲似香港平時見到嗰種私房菜嘅。間餐廳啦，靜得嚟帶點高貴嘅感覺。小剛同埋肥妹最中意就係呢種望住廚師煮嘢食嘅餐廳㗎啦，有齊視覺、味覺同埋嗅覺嘅享受啊！嗱，鐵板燒套餐價錢有平有貴嘅，我哋呢一日就揀咗每位12,600yen嘅套餐，當中包括咗呢度最出色嘅宮崎和牛。萬一你唔食牛肉嘅話，都可以揀海鮮代替嘅，即係例如呢啲伊勢龍蝦同埋活鮑魚等等。主廚啦就會逐樣介紹當日嘅食材㗎啦，睇見阿達叔都話流口水啊！呢個價錢有和牛有龍蝦，仲有埋鮑魚，簡直抵到爛啊！另外提一提先，如果想有翻私人空間，呢度都有8人嘅過室，啱晒帶小朋友嚟嘅家庭啊！首先順序第一道菜係來自長崎縣嘅青魚，上面就擺咗啲香菜啦，下邊就醃咗嘅蘿蔔絲嚟嘅。青魚本身嘅鮮味帶點酸甜，醃埋呢個蘿蔔絲配合得啱啱好，作為第一道開胃菜係好合理。到第二味餸，我哋有一個椰菜濃湯，味道啦唔會過濃嘅，質感就偏結少少，容易入口。冬天嘅時候飲特別暖身㗎。跟住落嚟就係呢個黑松露嘅茶碗蒸，勁有驚喜咯！一打開個蓋，成浸松露味撲埋個鼻度，啲蒸蛋又滑又嫩，食埋之後呢，啲香氣一路留喺個口裏邊，齒頰留香啊！一邊食飯仲一邊欣賞廚師喺你面前烹調下一味餸，簡直係雙重享受啊！之後嚟到雙包系列，鮑魚加麵包。廚師會準備3種醬料嘅，有豉油啦、覓到嘅鹽同埋新鮮即磨嘅 wasabi。肥妹呢個係廚師親自調配出嚟嘅醬料，啲牛油味係咁飄埋嚟，加埋呢個新鮮即燒嘅鮑魚，簡直食到停唔到口啊！之後嚟到鐵板燒嘅主菜燒龍蝦，配上呢個開胃嘅酸辣汁，火候控制得非常之好，肉質鮮嫩得嚟，同個醬非常配合，但又唔會搶走咗龍蝦嘅鮮味。個醬幾得意，乜試下？好樣！之後嚟到肥妹嘅宮崎和牛，配呢個即燒嘅野菜，牛肉啦可以自己揀熟到嘅，咁肥妹就揀咗5成熟。畫面見到幾多肉汁？好味啊！佢煎到個皮脆脆地，即係外面脆脆地，入邊有啲肉汁。個薯真係好好食，係咪啊？個番薯超好食。即係一個甜薯啊！係咯，超甜，係勁甜同埋，我唔知佢點做到啊！真係蛋糕咁好食。之後就係呢個加咗少少牛肉嘅菜飯，佢加咗啲好似紅菜咁樣。哇！個炒飯加埋啱啱煮剩嘅和牛，令到牛嘅油脂融入埋啲飯裏邊。同埋我知道點樣去加紅菜頭啦，因為佢可以 balance 翻嗰種油膩嘅感覺。最後就用個簡單嘅日式甜品作為結尾。如果你咁啱係在正生日啦，或者紀念日，仲會有一個祝福語送俾你添。嚟個小總結，呢間餐廳啦，環境一流，就算喺個客面前煮啦，都可以做到幾乎零油煙，而且服務啦非常之周到又貼心。
成個用餐體驗啦係有加分嘅。咁食物上當然就無可挑剔啦，不過飲品嘅價錢方面呢，我就認為略貴咗少少啦。但係如果你係想慶祝一啲紀念日或者生日嘅話呢，或者想同伴侶有一個特別體驗，呢間餐廳啦就絕對值得推介啦。好，唔好俾你停，即刻介紹下一間豚白湯拉麵，有詞。九州豬骨拉麵當然享負盛名啦，不過就唔係人人都接受到佢嗰種豬骨濃湯底嘅豬臭味，包括我自己啦。所以今次我就要介紹呢間豚白湯拉麵俾大家，位置啦就喺祖良區藤崎站附近嘅。入口係有少少隱蔽嘅，過埋呢個日式嘅玄關之後，就可以去到鋪頭嘅正門㗎啦。如果要我喺福岡只係介紹一間拉麵店俾朋友，唔使諗，我只會揀呢一間嘅啫。鋪頭裏邊嘅空間就唔算大，淨係得6張台，所以啦，經常都需要等位㗎。價錢非常公道，1000 yen 左右啦，就有個拉麵㗎啦。而呢度揀食材方面啦，都好講究㗎。佢揀咗大分縣嘅冬菇、長崎縣嘅江魚仔、北海道嘅紫菜，加埋覓島嘅豚肉。阿廚師咧仲用多咗2個步驟去處理嗰啲豬骨嘅，咁減少嗰個臭味。經過咁多重步驟之後啦，得得，你就可以得出呢碗濃郁豚肉香味、骨膠原滿滿、有詞冇藻嘅豚白湯拉麵。個湯底濃郁得嚟啦，一啲豬臭味都冇，相信啦會比較啱香港人食多啲嘅。另一款係加入咗呢個辣味嘅豚白湯，咁加翻嗰個刺激嘅口感，咁一樣啦，都係咁濃郁嘅湯底嚟嘅，麵質仲好掛湯添。不過我自己啦，其實都係中意食原味嘅湯底多啲，咁冇咗嗰種辣味之後啦，就可以保留翻最純嘅豬骨味道，個湯底仲係奶白色嘅添。唔單止，仲有一塊牛脷咁長嘅豚肉，係來自長崎嘅無菌豬嘅。塊肉除咗好重豬味之外啦，呢個係豬腳嘅皮嚟嘅，咁其實阿廚師咧會用火燒脆咗個皮先，跟住先至再加入去湯裏邊㗎，咁令到湯底咧有種獨特嘅骨膠原嗰種膠質感覺。每一啖都好似食緊豬肉味嘅忌廉湯拉麵咁，但係又唔會太過漏嘅。唔講你唔知啊！呢間鋪頭啦，其實仲不時會有啲飲食節目過嚟採訪嘅。咁喺本地人之中咧，其實都係比較出名嘅。但係對於遊客嚟講啦，呢度仲係一個隱藏關卡，等大家嚟發掘㗎。嗱，餐廳雖然就夠隱蔽，咁但係味道方面啦，真係冇得輸啦。特別喺湯底方面，佢真係做得好好咯。有出邊食唔到嗰種濃湯嘅拉麵啦，而且係屬於一種精準嘅料理。正正因為廚師對食材嗰種堅持啦，先至有咁好味嘅拉麵嘅啫。個人就認為啦，呢一種啦都係值得被推崇嘅豚骨拉麵嚟㗎，能夠俾大眾接受得嚟又滿足嘅拉麵，完全符合香港人嘅要求啊！但如果你唔想去得太遠，想留翻喺市中心嘅餐廳嘅話咧，仲有其他介紹嘅。帶大家嚟到赤坂內街嘅一條巷仔，當當炸豬扒。我就係講緊呢條冷巷啦，赤坂站行過去嘅話，5分鐘左右就到㗎啦。雖然餐廳位置就唔起眼啦，但係呢間餐廳就令到小剛糾結足1年，因為驚介紹咗之後太多人食，自己又食唔翻。不過去到最後，我都決定要割愛啦。價錢上其實都合理嘅，最平1800 yen 就有交易㗎啦。喺福岡食炸豬扒其實都有唔少選擇㗎，但係點解小剛偏偏要介紹呢一間呢？其實福岡出名嘅有幾間炸豬扒㗎，我都有食過，但係無論係豬扒嘅熟度啦、炸衣個厚度、油脂比例，呢間都控制得好好㗎，有種高手在民間嘅感覺。唔好因為間鋪頭位置隱蔽就睇小佢喎，其實好多附近嘅上班族啦都會過嚟一齊食 lunch 㗎。咁通常 lunch hour 啦，開門10分鐘就滿席㗎啦。我個人認為啦，Hine 嗰個豬柳咧其實係好食啲嘅，咁大家可以配翻個芥末啦，或者傳統嗰個豬扒醬都得。如果你係大食嘅，你就可以揀翻呢個 Losu 嘅豬扒啦，咁會大塊一啲嘅。無論係邊一種都好，你只要一夾上身咧，喺呢個金黃色嘅脆皮外衣底下，一咬落去啲肉都必晒出嚟，簡直係超級大滿足啊！佢點整到啲豬扒咁腍嘅？唔通係之前打到好鬆嘅？我都覺得咧，Hine係好食過 Losu。不過要提一提大家啊，呢一間鋪頭啦並唔係每日都開門嘅喎，咁建議大家啦就可以用佢嘅 IG 睇下當日嘅營業時間先。總括嚟講，呢度都係普通午餐價錢，但係就有種食咗高級餐廳嘅感覺。估唔到一條冷巷臥虎藏豬啊！
食到飽飽地，自然就想食甜品㗎啦。我哋有巴菲 Pensilio， 呢度就位於唐人町站附近嘅，係好近大豪公園嘅。如果你咁啱會去開嗰邊玩嘅話啦，就可以順便去埋啦。一入到去就已經有職員會招呼你嘅，咁地下就係廚房，要上到2樓啦先係有得坐嘅。哇！我哋第一個啊，我哋係專登一開門就嚟啦。事關只要晏少少咧，呢度就開始多人㗎啦。呢間鋪頭主要就食巴菲嘅，咁因為係用最當造嘅水果製成啦，所以啲甜品 menu 每個月都唔一樣嘅，即係話你每次嚟福岡嘅時候都可以食到唔同口味嘅甜品。不過嚟咗咁多次都未試過一款係難食嘅，係一間味道與大吉並重嘅超高級甜品店。我哋今次就叫做呢一個切片玫瑰蘋果巴菲。另一個係榛子無花果栗子巴菲，一杯價值大概2000至2200yen左右啦。佢圖文不符喎呢單嘢，點解個樣靚咁啲？佢呢個扁咗，爭咁遠嘅咩？兩個睇嚟啦，都係夠晒打卡下步噶啦。拎起個玻璃杯，等啲燈光打落嗰塊蘋果片上面，然之後你就見到啲光線透出嚟。咦？點解塊蘋果咁透明嘅呢？原來佢係用一種叫做蜜入嘅蘋果去整嘅，咬落去啦會覺得好似加咗蜜糖咁甜噶，連個心都唔同啲個噃。而家點食啊？食粒啫喱先。呢個花蜜嚟㗎，呢個係。好香喎，同埋。得啦。嗱，呢個花蜜。呢個係蘋果嚟嘅，跟住入邊有啲好似 cream 咁嘅。淺黃色嘅花蜜啫喱下邊係雲呢拿雪糕嚟嘅，再下邊咧就擺咗一啲脆脆同埋呢個蜜桃。味道方面夠晒 balance， 唔會話有任何一種食材咧係搶咗氣嘅。哦，佢入邊係一粒朱古力，個軟心朱古力。但係朱古力咧，佢唔係甜到喊嗰種朱古力，佢有啲似朱古力雪糕嗰種朱古力。即係外面朱古力脆皮包住朱古力雪糕，無花果嗰個都好好食嘅，層次就分明，裡面有啲紅桑子雪糕。我個人都覺得呢啲甜品咧絕對係值得5星級酒店嘅水平嘅。咁雖然地方環境就細啲，不過作為 cafe 啦就啱啱好啦。而且用餐時間咧係冇限時嘅，咁大家就可以抽時間嚟呢度 chill 下啦，悠閒閒咁過個下晝，同啲 friend 傾下偈咁樣樣。雖然價錢就偏高少少，但係甜品質素就補翻，而且成日轉款，保證唔會冇新鮮感啊！無論係外表定味道啦，都絕對超班嘅，係令人一想再食嘅甜品鋪頭啊！之後嚟到最後，亦都係最難 book 嘅一間餐廳，居酒屋白色。呢間餐廳啦就坐落於金泉區嘅，即係其實都係天神嗰邊嘅啫。但係呢度係食乜嘅呢？睇完 menu 你都未必清楚自己想食乜㗎啦，唔使擔心，呢度係有得揀 omakase 嘅，完全由廚師發辦，唔使自己諗啊嘛。Dinner 嘅時段啦就最有人氣，一般啦都要提前2至3個禮拜先至 book 到㗎。同啱啱嘅鐵板燒餐廳一樣，都係喺個廚師面前嗰度食飯嘅。最中意可以咁近距離望住廚師煮嘢食㗎啦。環境都夠大嘅，可以容納20至30人左右。咁廚房咧就正喺間餐廳嘅中間，咁俾啲座位包圍住嘅。雖然係咁，但係坐喺餐廳裏邊咧一啲都唔覺得有油煙或者焗促嘅。整體環境夠晒柔和，好有家嘅感覺。我哋就揀咗omakase，total 有10道菜，咁每人價錢咧就8500yen。咁得意嘅，佢打用咗個芝麻醬，跟住好似好得意喎，但係佢比雪梨係冇咁實的㗎，咬落去咧入口即溶。之後我哋有九州名物麻醬青魚同埋呢個麵包魚子忌廉奶凍啊！個口感其實有啲似食緊凍嘅忌廉湯嘅。但係佢一加埋呢個魚子同麵包咧，就即刻變咗另一回事咯，好似。有啲擺盤啦都好有心機㗎，好似呢個掌上明魚，你以為係一件普通嘅壽司啦，原來上下都係魚嚟㗎。入口之後充滿魚油香，夠晒衝擊咧。中間仲有一個牛筋蘿蔔湯。雖然呢個漢堡扒真係好好食，但係外表啦睇起嚟真係好似牛肉球。咁多道菜之中，呢個就最有驚喜啦，係炸脆咗嘅紫菜，下邊有啲脆米餅，上面係海膽同埋魚生，
兩樣嘢撈埋嗰種口感咧，從來都未食過㗎。呢份熟魚料理就更加考功夫啦。佢魚皮咧係煎脆咗，但係個魚肉咧就唔會過熟，肉質嘅熟度就控制得啱啱好，保留咗炭烤嘅香氣，但係又唔會太過乾身嘅。嗱，你以為結束嚟咩？咦？除咗有湯，仲送多個蟹肉湯羹俾你。佢個羹本身唔算好鹹嘅，但係佢加埋個薯仔之後就啱啱好咯，個鹹度我覺得。如果就咁食個羹可能會淡咗少少。如果係食肉獸嘅話，呢3件安格斯牛柳配芝士就最啱你啦。淨係用對筷子夾落去啫，已經感受到嗰種肉質嘅鬆軟，加埋煮薯嘅調味同埋芝士，簡直一流啊！最後整個松茸菇加魚油煲仔飯，阿職員咧會等大家影晒相，跟住先幫大家撈勻嘅，服務認真周到啊！本身菇類撈飯咧其實已經好有鮮味㗎啦，咁加埋呢個魚肉咧就更上一層樓。我哋年度推介要着落啦，揾咗好耐啦。終於揾到你。最後送多個雪糕俾你，作為呢一餐嘅結尾。平時食omakase有個比較大嘅問題，一係就價錢太貴，一係咧就 CP 值唔夠高。食完之後覺得唔划算啦，或者唔夠飽。但係白色呢間居酒屋啦就冇呢個問題啦，價錢公道，食物質素啦亦都夠晒高。我淨係食到佢第一道菜嘅第一啖呢，我就已經知道佢可以列入呢個年度推介啦。廚師都細心嘅，每道菜之前啦，其實佢都會講解，服務態度5粒星，環境又舒服，好似喺一個大學交誼廳度食飯咁啊！咁高質嘅餐廳，唔怪之得要1個月前預約啦。話咁快，今年年度推介啦，又到尾聲啦。其實每年去到呢個年尾出呢條推介片嘅時候咧，都唔係1-2個禮拜可以完成嘅事嚟㗎。由揀餐廳到自己去食，再翻嚟整理寫稿，其實都需要用足1年嘅時間，逐間咁去慢慢試，務求真係試勻晒啦，先至再推薦俾大家。其實都係想俾大家知道，福岡其實有好多好有心機嘅餐廳嘅，係好值得大家去。咁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呢啲小店啦。我會將今集嘅餐廳資料啦、Google 啦同埋預約方法放喺資訊欄嘅。咁如果你淨係覺得5間係唔夠喉嘅話，可以撳翻右上角睇翻我前2年嘅年度推介。嚟到2025年嘅最後，我想再一次多謝大家今年對小江嘅支持，亦都因為你哋先至令到更多人認識我嘅啫，令到我有更多機會啦，同唔同嘅機構團體合作，咁帶大家發掘福岡更加多唔同嘅地方。衷心多謝大家。題外話，喺試過咁多福岡嘅餐廳之中，有好食嘅，咁當然亦都有中伏㗎啦。有冇人都想知福岡有邊啲雷聲大雨點小嘅中伏餐廳呢？如果想知嘅話，就 follow 我 IG， 夠多人嘅話呢，我係會喺 IG 嗰度公佈小江心目中中伏嘅餐廳嘅。如果想我拍多啲關於福岡美食片嘅話，不妨留言話俾我聽啦。密碼係筷子emoji。今集時間又夠啦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， 記得撳埋隔離嘅鈴鈴 ，follow 我嘅 IG， 你就可以成為下一條片最新收睇嘅觀眾㗎啦。我係住喺福岡嘅小江，我哋下次見啦。